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咱的来宾是咱原住民族棒仔朋友哦。自细汉，伊就介意伫户外爬爬走、四界看花看草来认捌一物，特别是部落四大人流传落来野生菜色料理哦，会印象真深。虽讲读册时阵无行农业这道，但是少年时野生菜色食食的记忆一直留伫伊的头壳内，会投入料理的世界。不过一投入，却发现真侪菜色已经拢找拢无啊，伊就下决心进行保证甲复育的工作。率亮眼光看菜色，月日天时岁自然。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看吴淑月的故事。今日摆吴淑月正坐的所在，目睭看过去，咱可能认袂出有几种食物。不过经过吴淑月详细介绍，才了解每一种野菜特性加滋味。这是台湾族做那个奇纳布，就像我们原住民做的那个，就等于是我们的粽子一样。这个是甲酸浆叶，他们做那个用小米包肉。然后外边有一层这个包对，有一点藏哈那个包，对，就像我们有吃烤肉的时候会包这个来吃。吴淑月是全国头一位原住民中校女军官，退休了后，伊开始投入野菜研究，发扬原住民饮食文化。目前呢，就是20多年的时间。问到当初是安怎开始研究野菜，伊笑讲是互人陷害的。我是被陷害的。安怎讲？现在讲像陷害的？没有，是孙大川就是监察院副院长，那个时候跟我说，你能不能写3篇野菜的故事？就没想到为了那3篇野菜的故事，就一连串就这样子，也坚持走到现在，也是很奇怪。我总觉得饮食文化是我们原住民的母体文化之一，所以可能也有那样的一个应该是说一直没有人做整理，想借这样子的机会，没有想到自己就全心投入了，对，然后推广，然后分享，然后这几年做保种工作，然后就分送给部落种子。阿美族的文化有一半是记录伫妈妈的生活经验当中。野外草地，外行人看过去可能以为拢是杂草，不过对内行的阿美族来讲，野地四界拢是宝贝。不过因为环境受破坏，天气改变，真侪野菜是慢慢在消失。可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以前小时候吃过的不见了，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哇，应该做复议工作，因为我等于真正实际在操作是这几年，以前等于都是采集啦、研究啦、推广啦、演讲啦之类，我这几年就是实际想要，更了解，所以我就亲自来种植，然后也做复议这样子。这一棵是山棕，山棕就是我们做那个蓑衣，对。叶子是埋在这，叶子对扫把，然后可以绑东西。以前以前绑堤吧，对，还有以前我们采这个小米呀，都要一束一束的啊。这个是最好的，它真的是很好的那个绑东西的材料。刚刚讲的那个麻艺，它的皮树皮可以当麻绳。以前对，这也是很好的可以绑东西的。所以你知道，其实人跟植物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日常生活都还是会用得到。吴淑月讲，其实人甲食物的关系是真密，伫日常生活当中拢用得到。除了食的物件，亲像较早的服装或者是生活工具，甚至花链、手链，嘛拢是来自食物。像这个就是，我们的装饰品，
以前早期也没有那个玻璃呀、也没有那个亮亮的，对，都没有珠珠啊，都是用这个项链呐、手环呐、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大概都是拿这个熟的，要转黑色的，大概都是成熟的，对对对对，比较硬。但是野外是无千百种，倒一种是会当食。五所外有一套对中辈遐流传落来办法。其实辨别野菜的方式最简单的就是你摘它的嫩叶，然后用舌尖舔一舔，用舌尖舔一舔，它没有麻麻的，就表示它可以吃。真的，没有麻就表示可以吃。五所外亲自去野外买菜，搁再透过写册、演讲，到现在是制种野菜推广。伊就是希望要甲大家讲，有真侪菜是会当买、会当食的，用分享的心，做伙来爱惜咱的环境，保护咱的地球。今日咱台湾新安界文化新台湾的单元真正是无共款，咱邀请到咱原住民族棒炸，咱的五所外，你的这个族语的名或者是啥物？我是龙语，龙语啊，来自是花莲小峰的人。哇，咱今日非常无共款，因为咱邀请到原住民族头一届吼上咱文化新台湾这个单元的这个节目，为什么这个意义更加无共款啊？因为咱要透过这个菜色来认捌讲咱规个吼这个原住民族食食的这个文化，尤其咱的这个龙语。咱的理事长啦吼，过去做这个菜色这个研究已经20外年啊吼，所以咱遮嘛安排真侪这个菜色啦吼，要一一小解吼，这个观众朋友讲啊，这个华语的名做是啥物，台语的名是啥物啊？这个棒炸的话要哪讲来小解咱遮这个菜色。先来讲到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菜色复育这个工课咧？从小吃野菜长大，自细汉就食这个野菜大汉的啦吼，是所以对这个一般这个基地来讲，想要恢复过去，较早这个菜色这个基地伫咧，但是拄到什么困难？野菜现在越来越少，愈来愈少啊吼。对啊。所以迄当阵就专心投入去这个复育这个工课啊。咱先看这个桌仔顶有真侪这菜色，第一项，这是欧迪亚菜。欧丁仔菜。最常常看到的，或者华语叫做龙葵啦，对吧？吼，伊是要安怎食？咱这个棒仔话是安怎讲？大头根，大头根，大头根，大头根啊，对，大头根是。煮汤，煮汤，它也可以解酒，嘛会使解酒吼。所以真侪观众朋友伫这个9点这个时阵吼，小吸一下吼，会当食这个大头根，大头根来解酒一下吼。所以对这个一般这个身体的这个功用有啥物？清肠较清淡，凉会解凉，伊就是较凉吼。对，所以这个一般人讲这个乌丁菜，若是要煮哦幼绵绵，有啥物撇步？要搓揉，爱甲揉揉的对吧？是揉揉的一般拢是配啥物食较济？一点小鱼干，鱼脯啊，配鱼脯炒乌丁菜。所以这是咱这个乌丁仔菜这个部分啦吼，这个棒仔话安怎讲？搁一解？大头根，大头根嘛吼。大头根，大头根其实大头根嘛使配一个物件真好食，牛肉吗？大头根其实对配牛肉，对，安怎讲？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可以配野菜，吃牛肉时阵配野菜。对，这个是最配的。所以这个咱讲伊的这个音叫做他都肯啦吼。他都肯，对，他都肯。他都肯牛肉面店。他都肯牛肉面店。看有没有人要开这个店？然后人要开咱的这个抖音，会再去甲赞助一下讲这个味啦配牛肉真正是调味啦吼。所以一般料理若讲一般咱拢放这个。一般拢放白菜尔，小白菜尔，但是若是配他都肯，真正是会调味，有会当开一个牛肉面店，会当真侪人来试食啦吼，试食看卖。其实咱阁有看到这个咸椒仔伫遮啦吼，咸的这个程度啦吼，1分到10分，8分，8分咸就对啊吼。所以今麦咱要来试食看卖的嘛。所以咱甲同意，咱做伙试食看来，这是浸什么？米酒、盐巴、够盐啦吼，所以浸起来拄好真下味啦吼。咱来看讲这个8分咸的这个咸椒啊，请观众朋友过来看啦吼，这个咸椒啊，这个咸度偌济啦吼。
然后咱头这个动物有讲8分险啦，嘿，好试看卖，改成个凊寒吼。加芳哦。吼，这个咸度，咱头拄讲这米酒甲盐尔啦吼。真正真若是会当配一碗白饭吼，应该是真落饭的啦吼。哦，真正是有险有险有险，真若是咱头讲配饭啊配白面，拢是真好的这个选择。啊，咱搁看到这有做什么？轮胎苦瓜。泰雅的苦瓜啦吼。啊，一般咱拢用这来做什么？煮汤。煮汤啦吼。或者是用烤的。用烘的哦，啊，咱讲用烘的有这个气味的嘛？呀。啊，讲。真香。真香吼。所以用烘的。用烘的真香。哈，烘开才会当出来就对啊。呀。是。啊，咱搁看到，咱头种咸椒啊，够这是咱放在这个上好的这个菜啦吼。情人的眼泪。情人的目屎是安怎讲呢？落雨的时阵会长出来，才会发出来啦吼。落雨的时阵才会发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咱就讲，因为这个落雨天，人较够忧愁啦吼，所以叫做情人的目屎。你若是观众朋友，情人的目屎，若是讲即阵有这个情人的，啊，搁可能有拄到这个有小可这个有叮当吼，两个关系有叮当，就是讲这个情人的这个目屎啦吼，真正的目屎流。所以咱个看起来，你才恢复这个亲像这个乌丁菜啦、咸椒啦、菜啊，这个苦瓜、情人的目屎，其实拢是伫你过去安尼豆豆啊20几档来吼，豆豆去做研究啦也好，也是讲去做研发也好啦吼。啊，这5档来，你有咧做一件代志，就是甲妈妈做花咧种做。做保种工作。吼，做保种的这个工作啦吼，这是我尔重要的代志，小介互咱观众朋友听这里。因为我们台湾原生种一定要做保留。我除了做保种工作，才分送种子给部落。对，希望大家每年都在种。是。台湾的这个原生种啦，咱头拄嘛讲到真少啊吼，所以现主是恁咧做的工课，就是讲保种这个工课。啊，即阵是规个这个绑在这个部落拢做回来做吗？我分送给部落，自己在部落自己在种。哦，希望大家一起种。送互人就对啊。对。袂甲伊砍起来，因为过去这个咱知影这个部落的这个耆老也好啦吼。种子产于民间。可是现在大家都要拿出来。是。一定要一起种。这个种啊，你头拄讲到是放伫这个民间来啦吼，所以即马现主是特别呼吁大家把这个种提出来。是咱头拄讲到真济啦吼，亲像讲这个菜色部分啊，咱知影你的人物真济，你即马有复育差不多40种的这个菜色啊吼，啊咱头拄也嘛有甲大家绍过来，这亲像这是乌丁菜啊、泰啊、苦瓜啦、情人目屎、咸椒啊，其实真济这个咱一般所认捌的这个植物啦吼。但是真侪人唔知伊的功效有偌大，亲像讲，这赤查某嘛会使食呢。会使食。赤查某是啥物？咱华语的这个部分。鬼针草。鬼针草啦吼。这个部分食起来有啥物功效伫咧？做青草茶。哦。可以用。做草仔茶使用。有。是。所以这个咱或者这个赤查某会当做青草茶。它的嫩叶。青草茶。叶的这个部分会当去煮汤，就变这个。也是野菜。草仔茶啦吼。对对。所以若是做野菜部分，咱会当安怎去甲料理咧？就煮汤。煮汤啦吼。对。所以煮汤有啥物撇步无？水滚了，加一点点油。哦，水滚啊，下一寡油落去。对。安尼就这个气味就真袂歹啊啦吼。所以咱头拄讲这个赤查某，佮有这个乌丁菜。他都肯，是，所以这个部分真正是，咱就是一个去甲捡回来吼。因为过去咱头拄嘛讲到，这个菜色真正互人这个原生种的这个部分，拢甲放袂去。啊，其实咱台湾就有多元的这个植物的这个空间啦吼。过去这个咱士大人，也是讲较前辈咧种菜的时阵，拢有因的道理在。啊，咱嘛知影这个原住民族有亲像这个马告。马告就是咱一般这个台语或者讲山胡椒啦吼，现主是这个马告嘛做真济，这个饼嘛会使做这个往来酥。对。啊，气味安怎？真香。真香啦吼，所以食起来这个气味是香尔，还有这个山胡椒，这个甘甜的这个香啦吼。山胡椒还有一个刺葱，是台湾原生种。哦。气葱我捌食过，较早我伫这个交通大学。做有原住民族这个服务社的时阵，拢去山顶，到部落，到部落去做迄焖刺葱啦吼，焖回来就是这个煎卵，把菜头
幼幼安尼吼，煎卵这个气味真正是袂输这个高赞茶。也可以晒干，拍好大，然后磨成粉，咖啡加一点，掺一个咖啡落去，掺去咖啡内底。对，因为它对这个免疫系统很好。对这个咱的身体的这个系统是真有帮助的吼。所以过去咱知影这个咱的这个同意，咱头拄也无小解讲同意是什么意思啦吼？天使的意思啦吼。所以伊恢复咱的这个菜色这个基地野生菜色啊，现主时做安尼已经25档啊啦吼，20多档来。啊，过去其实你做一项的这个工课，过去是咱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官，咱当然都要恢复。过去这个木兰村读政工干校、政治作战学校、政治作战学校的时阵，伊这个建议这个精神，然后嘛会当看到伊做代志，真正是真认真，然后咱先做回来看讲，伊这个菜色服务的工课是继续安怎来进行的，咱做回来看。被号做野菜高人的吴淑华，投入研究山林野菜甲饮食文化已经20多年的时间。伊讲当初开始研究，常常来市场问番仔野菜相关问题，嘛对这得到真侪册本无记录的知识。我就欧迪亚菜啊。野菜。对。老板娘，早上看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是那个。枸杞叶。活力菜，你这边有这活力菜，加了看5斤。对，你看这个，就腌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就配拿几个出来，对，盖香啦。市仔内咧卖野菜番仔，有的是家己种的，但是嘛有袂少是需要去野外买菜。亲像吴淑华理事长，嘛是自细汉就开始去野外买菜。以前采那个什么桂鸟，还有那个竹林里头很多桂鸟，可是竹林里头很多蛇。那小时候会怕啊，以前还去卖啊。你看那个环物市场卖菜的，早期我在那边做田野啊，你看到很多老人家在那边卖。对。3点到7点大概只有200、300，你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卖？对。他说我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人。他卖菜还可以顺便送人，不会做生意啊，原住民。初开始研究野菜，吴淑华讲，常常甲市场内的资深美少女做伙去野外买菜，嘛因为开讲得到真侪美甲。吴淑华大方的个性，嘛互伊甲市场内的番仔变成好朋友。你这一包多少钱？50啊。我等下给我们餐厅好了。好。天哪。让他们试试看，对。因为现在刚开始，它产期还有1个多月的。有会比较长，对。我那边短的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就是小号的。我去年中号的，我觉得不好吃。真的吗？我觉得还小号的，人家说会比较快就老了。对，要很快摘。对。这间伫丰芬市仔内专门卖野菜番仔，现在头家是第2代的查囝，接手开始卖野菜将近20年的时间。面对顾客各种问题，拢真有耐心回答。尤其是家庭主妇上关心的野菜如何料理，问伊就对了。私房料那较简单就是凉拌海菜啦，嘿。要掺什么？蒜头、辣椒、豆油、香油，嘛要食酸酸就蓝醋，安尼。拌拌的就会使。那迄个情人的眼泪就较麻烦，爱先杀过、洗清去、涂甲刷洗清去了，再炒卵，甲卵落去炒，嘛会使凉拌，对，迄是较高工啦。这个可以摆几天？打包肉也很多。冰箱大概4、5天1个礼拜，不要开那个。如果你要这样就好了，对，还要不要用纸包起来？不要，它最怕就是你一直去摩擦它，它那个角就一直碰它，它就会受伤。对，会熟掉，就是那嘴巴那边会黑黑的。对，那熟了就省得煮了。不行啊，较早是餐厅利用，今嘛是一般的那个家庭利用，对，较济。对，今嘛比例上其实是一半。原住民物件拢苦。因拄开始就无爱食，
啊，即摆食了惯势，还佫健康，无农药。我住台北。哦啊，现在来花莲住。来这边养老。养老。不错，养老又吃野菜。然后还有吃那个藤溪，对，还有它的珊瑚礁，还有他们阿美族讲的独论，就是麻吉。对，我来这边认识很多菜啦。你打起来干嘛？它扣，看关系，你这比。还好呢，我可能是跟他们阿美族一样吧，什么都适合，我不挑食啊。对，我现在比较会要吃他们的会尝试他们的野菜。因为其实野菜说实在一点的，在跟我们一般种菜来讲，他们比较没有撒药。较早伫市仔内买野菜人并无多，现在经过推广，大众对野菜嘛更加熟悉，愿意接受购买。除了野菜营养价值悬，野菜价格嘛较袂受到市场的影响。阮是较固定价格，就一年就差不多就这个价格，袂因为什么风台啦，还是产期的问题，安尼起落落，就一年都是差不多的价钱。现代人饮食习惯的改变，市面上大部分拢是大量种植的外来种蔬菜。现在经过各方的努力，来打头啊买菜民众一个接一个，伫市仔内就会当看出野菜推广的成效。18刷啦吼，18刷是，咱看到真侪拢是咱这个董印，这里边有60种，我们原生目前大概有200多种都没有问题。可是，一般大概能够吃到50种就不错了。是。所以人讲看菜色，月日天时岁自然。今日同款，咱头拄有小解过咱的董印啦吼。即马咱头拄讲者，伊对这个菜色真有认捌，但是咱拄则嘛有问讲，为什么叫做董印？董印的这个意思，佮甲咱小解一遍。天使的意思。天使的意思啦吼，就是做什么代志？我阿嬷叫的。恁阿嬷甲你学的就对啊，所以你甲阿嬷。这个记忆，咱知影这个绑架是母系社会啦吼，所以这个你甲妈妈对阿嬷拢有真亲的这个关系，感情伫啦吼，所以因对你做这个菜色的活动，还是讲服务这个工课，有啥物甲你鼓励支持的所在无？都会教我，拢会甲你教，安怎讲？有时候打电话问，我都没有看到那个菜，能不能帮我找？你讲打电话给因，讲找无菜，叫因到3工找就对啊。我都没看到到底现在哪里有长这个东西，会帮我找。是，所以以前都跟妈妈常常联络，然后常常假日到野外去。所以这个打电话啊，就记接了后，就去这个户外啦吼，去叫假日的时阵去找啦吼。哇，所以你跟妈妈，你头拄有讲过啦吼，这个愈大汉愈小我，互相依靠，互相依靠啦吼，安怎讲嘞？因为妈妈一个人嘛，那我在家里，所以妈妈都陪着我，拢陪伴你。而且妈妈从小，他们现在的老人家以前都在工作，所以比较知道怎么做农事，是都会教我。伊嘛讲过啦吼，讲你过去细汉的时阵都唔是惊这道的，啊惊担心，伊会烦恼哦，安怎讲烦恼咧？他怕我做不好，惊你做不好，是。所以伊就伫边啊，直直甲你教呢。是。所以除了这个菜色，咱嘛知影你过去这个资历啦吼，真丰富。较早是这个教官。教官的时阵，是安怎？迄当时要去考教官咧？不想留在台北。无想要留伫台北。想回花莲。想要登去花莲啦吼。就参加考试。是。啊，迄当阵咱知影这个教官班。会当讲选这个分区啦吼，会当登去到花莲，所以这是你上大的这个愿望。不过读这个教官训练班的时阵，应该是真艰苦吧？10个月。10个月。就辛苦。真辛苦啦吼！伫这个咱讲的政治作战学校，这个木兰村内底，哇，迄当阵我知影这个木兰村这个查某人啦吼，因为过去阿明嘛读过这个政工干校吼，政治作战学校新闻系，当阵读一档啦吼，但是这个咱拢知影有这个学长学弟制啦，是，啊，有这个学姐学妹制啦吼，其实这个训练吼，查某无较轻松的。每天早上5000公尺， 5000公尺安尼走吼，所以你的体力真好，是。
啊，迄当阵拄着校庆的时阵，咱拢知影这个政战学校上有名就是这个木兰部啦，吼。对。所以你当阵嘛有练着吗？有校庆。校庆的时阵啦，吼。所以拄这个军事学校军事的训练影响你什么？意志力。哦，真有这个坚持的这个毅力啦，吼。坚持。是，所以嘛。会当看出你做每项代志会当看出来吼，啊，伫尾啊，就分配到咱这个花莲这个部分啊吼。花莲女中。哦，花莲女中啦吼，啊，头起先是做甲学生直接有啥物款的这个趣味代志发生过无？学生都很怕教官。我们真惊教官啦吼。可是我不会处罚学生啦。你别甲因处罚。不会。所以尾啊，这8档内底。跟学生都是好朋友。拢是好朋友。他们毕业以后到现在，甲即阵拢也有直接也有联络得到，哦，是。所以你尾啊，嘛阁去这个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委员会。我要发声，过去的事情该提出来的就要提出来，替原住民族来发声，对，要为原住民发声。我也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把伊的声音拢讲出来。对。啊，亲像你甲看啦，咱即马原住民族有这个食食的文化，啊，过去阁有这个传统的这个跳舞啊，也讲这个食食，啊，阁有这个真济文化面的这个代志。你感觉原住民族即马上欠缺的所在是伫倒位？教育跟经济，教育甲经济啦吼。不过这个文化是真深的物件，亲像咱头拄讲的这个菜色教育、饮食文化，跟乐舞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我很高兴，我这几年都碰到了。但事实上，这只是一部分而已。是头拄讲着食食的文化、甲跳舞啊、音乐这个文化，拢是一部分尔。但是拢你拄着啊，你拄着啊，要去安怎面对？还是讲咱头拄讲的替原住民族来发声？要怎么样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啊，你有啥物想法无？那是要真正？因为我现在大部分就是跟这个农业有关。我觉得要继续做推广。然后食农教育涵盖在食农教育里头。是。咱讲这个食农教育吼，唔那食尔，哎嘛还去亲手甲种落去。对，对土地的爱护，这个非常重要。是，对，甲土地要有真深的这感受啦吼。你伫花莲种几分地？3分而已。3分地啦吼，啊毋过伤这，伤少，伤这，伤少，伤少，伤少。所以咱头拄嘛讲着，你真侪学生会甲这物件继续甲传落去啦吼。啊，伫遮咱头拄嘛看到你咧种植这个过程，其实是真辛苦的吼。但是这个辛苦的过程一定是有价值的啦吼。我愿意一直做下去。愿意啦。要推广，要推广。其实咧做的时阵，咱头拄讲啊，新开始的时阵真有困难，啊尾啊咧，你可能面对的唔能干那这个眼前的困难，是想到搁较广、搁较快、搁较大这个问题，敢有？还是会。亲像啥物咧？我觉得可能。还要再出书啦，让更多人知道。是啦，咱讲到这个册这部分，其实是几当前，10几当前就出啦。89年，已经快20年了。哦，20当啊，的册，但是咱讲印刷已经18刷啦，吼。18刷。是，咱看到真侪拢是咱这个动印，这里边有60种。60种的这个原生种啊，对我们原生目前大概有200多种都没有问题，可是一般大概能够吃到50种就不错了。是，咱头拄嘛讲到这真侪菜啦吼，亲像这或者什么？哦，这个叫做面包果。面包果啦吼，啊这是一般咱的7月8月才有，7月8月的时阵才有啦吼，啊这咱一般看起来会当去煎物件吼，甲煎落去。用煎的这个料理的这个方式，对，所以口感吃起来呢，它蛋白质的成分很高，有一点像吃面包一样。哦，是，亲像吃熟胖的这个感觉。对对对 ，Q 嫩嫩松松安尼啦吼。其实咱甲看啦，咱这个导演，伊唔那种菜色，佫会使写册，就是讲传授着咱这个原住民族食食的这个文化。其实真重要啦吼，咱看到，其实伊绍介着咱饭早内底嘛有介绍饭早的无共款，其实拢是透过册也好，也是讲你实际这个座位也好，去互这个观众朋友，也是讲哦，搁较济这个白人社会去认捌讲，原住民族
亲像这个瓦利斯诺刚讲的，一个棒炸较赢3台这个除草机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呢，咱看到讲，咱这个导演伊伫这个食食的文化头顶的这个用心啦吼，咱要继续来看讲，其实咱头拄啊嘛看到你伫官方的这个拍拼啦吼，啊嘛看到你伫学界这个拍拼，其实拢是你所有的这个经验落去做执行的。咱继续来看讲，遮的人有啥物帮站要小解互你，咱先做回来看。野菜就是人讲的原生蔬菜，伫野外四季拢看得到。甲一般大种蔬菜比起来，野菜的环境适应力以及病虫害抵抗力拢真强，嘛无农药残留的问题，相当适合推杀栽培。野菜其实就是野草啦，就是讲你若讲感觉外口，当然是咱祖先仔食过上好啦，哈。啊，咱伫外口餐厅看过，迄款的拢上好啦吼。啊，无一般咱所了解，像讲野外苋菜、野苋菜啦、猪母奶啦，吼，啊，搁即类的菜拢是会使食的。啊，但是伊就是野草。啊，野草吼，咱经过栽培了吼，咱知影讲伊会使食的即个部分，吼，会使采收的部分。不管是种子啦，还是根啦，还是骨啦，还是讲即个叶吼，这个物件啊，因为经过讲即个营养成分的分析，营养成分咱知影，啊有的是有毒性分析，咱知影讲伊无毒，吼，还是讲伊有一寡对人体较好的即个机能性的成分，吼，安尼食的物件咱来食着介安全。花莲农改场最近这几年陆续甲原住民共同推动原住民的作物保种。2015年成立原住民农业研究社，进行系统性的保存。一寡蚵仔，吼，因原住民咧食的蚵仔，红梗玉，啊，搁迄个淡红梗玉，啊，搁黑梗玉，因真侪因会找无。啊，所以讲因有的物件吼，渐渐嘛是会消失。啊，所以讲咱会去甲因迄款种找出来，放在咱的园区来繁殖。啊，因为迄嘛无籽，啊无籽，所以爱留迄个头。啊，咱就是2、3年、3、4年甲更新一届，互伊搁继续有迄个物件。啊，等甲有人要甲咱讨，要较大面积种的时候，咱会使提供个几十株，还是几百丛安尼互伊去种。除了保种，花莲农改场嘛进行经济栽培研究，提高产量品质，让野菜会当杀去都市。研究这物件，这野草经过研究来栽培，经济栽培哈，要安怎栽培，要安怎种苗繁殖，啊，要安怎互伊去野肥，要安怎互伊食水哈，啊，安尼生产出来的物件有产量，啊，品质搁好，安尼才有法度来杀到这个都市去。阮上届早是杀这个山苏啦，这个山苏就是即马目前是菜王，嘿，菜王伊就是讲伊规年通天去台北化市吼，拢有超过100块以上公斤，吼，啊若风台来的时阵就无问题，超过1000块，啊若热天的时阵就超过400-500块。部落的人口老化，鼓励老大人多多种植，嘛是重要的工作之一。比如说我跟卫生所的那个辅导人员，因为他们都在部落嘛，带动老人家。我说有时候你们可以带动老人家去做，对，其实对他们有疗愈的作用。阮当年拢摕阮凊彩的，才会知影吼，阮每年拢送真济哦，这个部落啦。因即摆部落内底嘛是老人较济啊，啊老人拢捌食的物件。啊，但是老人哦，你要搁去叫伊去野外去找这个材啊是啥吼，嘛真无歹，真歹找。所以阮教因讲要安怎繁殖，嘿，安怎繁殖吼了后，因就家己会晓去种，因为因种甲食因拢介熬啦，拢知影要安怎采收，要安怎食，嘿，啊，所以即类的知识互因吼，因就知影要安怎去生产啊。现在气候变迁，天气无稳定，嘛和农业面临危机。野菜有适应土地甲气候的能力，嘛和卫生单位愈来愈重视野菜的推广。这类的菜吼，这是咱伫海滩顶悬拢看得到，这叫做番杏吼。啊，一般因伫全年嘛咧卖叫做田坡菜，田坡菜啊，阮所知影伊是叫做海坡菜。啊，你若像海滩顶悬盐度真悬啦。啊，即嘛因为地球暖化、气候变迁。所以真侪环境吼，咱真歹种物件，有的位啊是真干，有的位啊真淡，有的位啊真咸，吼啊，所以即类的菜就是讲，
伊伫海滩嘛有法度生长，所以讲伊伫较无好的环境，伊嘛是有法度生长。啊，你啊看这安尼细细丛啊一栽吼，伊的籽吼，伊即马发出来这籽吼，有法度伫海滩顶悬从纽西兰、澳洲冲到日本，搁冲到台湾，伊拢有法度生存，袂死吼，就是因为伊这个种子介定空空，你安怎拍拢拍袂开。你若有法度甲拍开，我就互你奖品啊，因为你拍开了后，内底籽就你拍破去。你若甲讲开，伊就内底就破去。啊，伊内底有3到5、6粒的种子伫内底，敢若米共款哦。啊，但是你甲摸看嘛，伊是定空空的哦。你安怎拍，你就拍袂开。野菜生长特性、历史、饮食文化，对真侪人来讲真青春。吴淑华讲，只要有时间，伊拢真愿意分享。上个礼拜五，东华大学有一位老师就带着45个学生来。啊，有时候他们会打电话给我说啊，我会带学生。啊，台湾观光的老师也有带学生，还有小朋友的都有。我都会愿意，只要我的时间可以配合，我觉得他们都愿意来，我一定要分享，认识原住民的饮食文化。那有些认识了以后，进一步他会希望我到课堂去讲，我也可以去讲。当咱的地球环境、气候变化愈来愈激烈，野菜对环境的适应力、抵抗虫害的特性，互大家开始重视。一场野菜复兴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花莲农改场内面大约保存20-30种的野菜，每一种野菜气味拢有特色，但是唯一同款的，就是拢真好种。像这龙须菜哈，凉秋啦，这就是阮遮算种真大面积的蔬菜啊。伊是算野菜类，哈，你啊看就知影讲伊这款物件哈，无像一般的蔬菜，但是伊这款野菜就是讲较好种，你伫什么款的环境拢真好种。山边也会使种，所以这原住民嘛有咧食。啊，你去到海边啊，因嘛有咧种，因嘛是有食迄个果，叫做火手瓜。啊，因嘛有食这个秋，叫做龙须菜。除了瓜仔秋，一般伫野外常常看到，也阁有土人参。土人参伊就是有真侪籽，伊凊彩就会开花结籽。野菜的特性就是讲无好的环境你若无甲挽。伊就是开花结果，因为它要一直繁殖后代嘛，所以这款物件伊就有籽会使留籽。阮若要保证就是讲有选一寡籽起来，啊，甲放在冷藏库，啊是讲甲干燥较好的，啊，甲封存了，伊就会使放真久。野菜毋但伫野外好生存，若是民众伫厝内想要家己种，方法嘛真简单。咱就是像安尼摕来甲插落就活，等一个扦插就活。所以讲，咱的这个产区的永远拢有这个物件呢。这叫做土人参，就是讲伊的这个头伊的根膨大，敢若人参安尼，啊，佮有三仔味，佮有三仔的成分，所以叫做土人参。有气味较重的野菜，其实嘛袂少野菜，食起来口味口感袂歹，真受到欢迎，嘛是餐厅卖了真好的菜色。一般来讲，像个水芹菜，这嘛较特殊，啊，这山芹菜，这类的物件就是讲，即马都市人会使接受，因炒姜丝、炒肉丝，因感觉真好食，所以讲这伫因的野菜餐厅真侪人爱食。对野菜发展出来菜色嘛袂少，像一般家庭常常出现的料理、水饺，内面的配料小可换一个，嘛会当出现新口味。这款的就是糯米团啦，你若有食过野菜水饺，这是因伫包水饺甲韭菜甲高丽菜换掉换济。啊，其他的配方同款安尼你包出来野菜真好食。啊，你后壁这会擦擦，这就叫做气仓，这真芳，气仓即嘛。结酒嘛，用酒。有，伫南部中南投迄边，甲一人结酒。但是阮遮主要是用伊的这个嫩芽，
哈啊原住民哈，伊摕这嫩叶，除了讲会使做菜食以外哈，因一般是摕来做煮鱼仔汤啦。鲜鱼汤的时阵，伊若加这落去，迄臭臭味就较无遐重。种足香的味。足香的味，嘿，伊内底有一寡精油。实际去车来看，有影有袂少卖野菜贩仔，唔知影市面上卖了上好的菜是倒一种。蚵田仔菜。蚵田仔菜。对。伊算接受度较悬。对。啊，搁来咧。搁来就是椒香仔菜，山东乌，嘿，即马迄活力菜。其实，这个活力菜是几年前由亚洲蔬菜中心对非洲引进入来台湾的，学名是赤道樱草，嘛或者日本枸杞。这个是阮对国外引进来，这款呢叫做赤道樱草。这个赤道樱草吼，咱叫做日本枸杞啦，有人家己黑白好名，叫日本枸杞啦、活力菜啦，就是这款物件。因为这款物件哦是非洲的野草，但是伊真好繁殖哦，像安尼等者甲插落去就活。吼，所以足好繁殖，而且伊炒吼，佮袂炒了袂黄去，吼所以这餐厅甲素食业者吼，食素食的真爱用这款物件。亲像阿美族有一出菜真有名，就是点心。点心大部分生伫咧中价海拔的山区，叶仔有真济刺。虽然无好处理，不过嘛是原住民地方的限定美味料理。猪汤，猪排骨汤，嘿。阮原住民是拢煮汤较济，对。伊原本就是安尼，也是有处理过。规身躯拢全刺，伊外口遮拢刺，规张安尼。外口的皮一直拔，刺着较少，剩尾了安尼，嘿，佮掰落就磨。这规支拢会使食。头尾较定的，错掉就好啊，嘿。所以咱透早看到拢刺，甲处理完变安尼。早上看过。因为野菜一般来讲吼，维生素 A、维生素 B 群的物件较济，叶酸呐，迄个烟碱酸这类的真悬。所以讲，这款的就是讲补充咱食一般蔬菜不足的所在。因为咱若固定食高丽菜啦、大白菜迄类的菜，咱会欠少钙质养分。而且来讲这个野菜伊的膳食纤维介悬。咱即马咱人咧食的这个物件拢伤过精致化，所以咱即马有大肠癌啦、食道癌啦，啥真济，就是因为咱食的物件伤过加工，伤过精致化。所以讲咱若有即款的膳食纤维较悬的、纤维素较悬的，这类野菜来补充其实对咱的人体是真有帮助的。推广野菜，除了因为野菜的适应力真强，会当减少种地栽培的时间，同时甲一般的蔬菜比起来，野菜的营养成分嘛加真济。这寡伫野外生了无影目的杂草野菜，其实有真济对人体好的元素。伫未来可能发生食物欠缺的年代，这野菜拢是会当食饱、会当救灾的食材。其实这个保证的这个工课真正真重要啦吼。咱头先嘛讲到，保证唔通搁甲这个种藏伫家己厝内啦，爱摕出来。其实这个概念嘛是伫这个挪威啊，Norway， 才有一个就叫做种的这个银行伫咧吼。头起先听到这个银行的这个概念，对你有啥物印象真深，嘛是讲互你一个打击，要继续来做这个保证的这个工课。那时候一个教授就到演武者，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提到种子银行，我第一次听到他讲到种子银行，就心里一直记着那个种子，因为那时候已经在做复议的工作，然后我就后来慢慢发现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就开始，这就是大概5年前就开始种，是，对，所以迄当阵就开始执行落去安尼，对，因的这个概念其实伫咱过去。这个民间还是讲房早内底已经是实行真久啊，但是拢藏伫咧家己厝内。对，还有挂在屋檐底下。就是一般人去这个部落会当看到。对。也咧挂伫这个厝内底啦厝外口门口拢看到。对。是，这拢是一般的这个概念嘛以前我也看过，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是种子。对，我就想为什么要挂起来？其实它是晾干。怕好大，是，对，以前没有冰箱啊，可是种子放太久不行，所以有办法有撇步的，发芽率会降低，所以我的建议，我的保种工作就是
每年就种，不断的种，它就不会消失。是，唔好互这个蚕，咱讲爬远去啦吼，嘿有讲休耕期的无？嗯即阵咱拢这个真侪蚕拢都休耕，拢爬远去安尼。蛮可惜的。安那对讲，因为那个土壤没有被活用，是，那个土壤会死掉。这土若是无去甲对接翻起来，这个对土是无生命去啦。对吼对所以真我是建议那个政策要修订，而且要释放出那个土地，让年轻人回乡工作。是，亲像你的这个经验啦吼，是唔好搁留伫台是北，有真侪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朋友会当想乡。回家没有土地，对，想要回去厝，但是无土地通好种植啦吼，所以真正是真拍算一件代志。咱头头讲到这个做菜色，这个服务，甲这个尾啊，咱咧做推广写册。现主是你个想要写一本册嘛？有已经在准备了。是啊，内底内容的大概是啥物咧？还有我这几年嗯在跟国外的连结，还有发表论文，是我大概也会把它连结上去，会放在保种跟复育的部分。是，甲国外的这个季节，咱头头嘛有听过啦吼，你的这个司机，你炸这个咱头头讲的这个刺葱，刺葱去甲国外。我们去年在意大利，参加慢食博览会 ，slow food 的啦 ，slow food， 对，我已经参加过，这一次是第4次了。第4届去啊。对，然后，匈牙利的厨师到我们的摊子来看，他闻那个气仓的味，怎么那么香？哦，然后再闻马告，哇，怎么有那么好的新香料？他说我通通要，拢总要爱。不行了，袂使啦，因为第一天对摆单尔，你拢要甲提去。然后问说100斤有没有？不可能啊！我们很后悔带很少。真后悔早干那真少的这个马告甲这个气仓去啦。其实明年要带多一点。明年要带多一点啦吼，和这个匈牙利的这个都知赛会当哦。更较侪这个食物实在去做料理啦吼。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很多国外的厨师都来台湾，在找食材，是，所以我们台湾有不少特有的食材，这个真的是台湾的气候，所以台湾是宝岛。有人甲你讲啊，我想要甲你学这个服务的这个工课，还是讲找料理的这个过程，有啥物趣味的所在吗？9号、10号我们在那个北海道，那边有爱奴族，日本的原住民。原住民族。对，一个86岁的妈妈，她看到我那本书，哇，她说你刺激了我，我一定要出一本书。你讲这个日本的这个原住民族，伊看到你的册，刺激到伊啦吼。对。安怎讲咧？她说我们有很多东西也是没有整理出来，无整理起来。对，她看到了，她说。他下定决心，未来1年要好好整理。所以我也很高兴，我就送了他一本书。伊嘛要开一档的这个时间去做，伊这可能日本原住民族，因做种植这个部分的精华，然后甲因的这个较早过去辛苦培育出来这个作物啦吼，甲伊写落来。因为有很多都是健康的，原生种的食材很多都是健康菜。所以你嘛互因这个刺激，所以你即马互足侪人，毋那是讲咱台湾的这个原住民族，还是讲一般的这个汉人社会啊，现主时你甲国外的季节，嘛会当刺激到因啦吼。所以这是真好的这个例啦吼，啊要甲伊出作册。佫有真侪部分啦吼，头拄咱讲这个国外的季节，啊，你佫有写真侪研究的这个部分，也佫有啥物咧？分享这个饮食文化，比如说我上次到巴黎，去发表原住民的饮食文化，我在我的 PowerPoint 里头有这个蝸牛哦。他们看到怎么黑黑的，法国的蝸牛是白色的，他们用焗烤，我们的是用炒的。我跟他说，我们的绝对比你们好吃。所以这个炒蝸牛啦，这叫做这部分爱用什么？其实用马告也很好，用马告啦哦，马告刺葱都可以。所以这个气味是真正。或者是高菜茶。高赞茶拢会使去甲炒。对。哇，所以真辣椒。咸椒嘛甲炒。一定要辣。这个气味才会当出来啦。对。所以你去这个 Paris，嘛去做这个饮食文化研讨会啦，就发表一篇我们阿美族的饮食文化。我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分享。对。
所以你来看，有甲这个日本，嘛有甲这个法国，其实打过足侪这个国家吼。这是透过什么种的这个成分，就是做分享。就参与饮食文化基金会啊。那慢食我是2016加入慢食的组织，所以我是台湾慢食花东分会的会长。是，这个慢食就是讲，唔好食遮紧啊吼。不只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尽责规定，食材要好的。那好的食材要干净，然后要公平交易。其实它也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善待土地。你的土壤不要有农药，要有好的土壤才会长出好的食材。然后对小农不能剥削，要公平 fair 公平。所以这个慢食这个部分，对3个是对土地，对，个对这个食材要好的食材，对，然后要公平对待小农，不能剥削。对，我觉得这3个非常重要。其实台湾也应该对小农要特别重视。所以对食材要求，对农民诶，这个公平交易这个部分，拢是爱照顾较交稳啦吼。对。所以即阵你有这个出册这个计划，嘛有真侪人吼，头拄像你讲的，做高官迄个时阵，真侪教册这个学生囡仔，伊嘛落去教因后一代啊、后一辈啊吼。所以你的这个种，头拄咱嘛讲话，豆摊开啊。除了写册，佫有啥物计划无？还是做推广。做推广。继续做推广。是。希望跟更多人跟我们一样，让台湾的土壤好一点，然后不要再用除草剂，不要再用农药，然后大家吃的健康，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是，所以回顾你一天啦吼，咱讲一天开始，你几点就起床，爱落去做田？8点。8点嘛吼。工作。甲妈妈拢做伙。咱头讲到妈妈已经86岁啊啦吼。对。同款嘛是对你安尼行。对。是，即个中间内底5冬啦吼，伊是尾啊。才开始甲你种做的，伊讲过去看你自细汉毋捌行农的这道，豆豆陪你，即阵感情，他担心啦，伊真烦恼。不过即阵甲你，伊嘛是身体真勇敢啦。也很高兴我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当恢复到过去咱这个先人的这个智慧啦吼，会当伫种做即地，会当豆豆，亲像咱讲的，你种菜爱等伊布价，该发成。其实爱有这个时间的过程啦吼，嘛看到你即阵会当看到服务这个过程嘛是豆豆愈来愈好啦吼。继续咱要搁问你讲吼，因为这个做咱的推广的这个部分，一定会拄到这个困难。咱若讲困难，一定是有的，但是你拢会一一解破这个你的困难的所在，就是较过去你的这个人生有关系。自这个咱讲政工干校，互你的这个选择啦吼，就是讲自教官到尾啊。你的这个人生一路发展，拢是真深的这个影响啦吼。那是有，搁互你登去读这个军校，还是讲读这个这个军事训练班，你会想要搁去无？我不爱。安怎讲？真苦。真苦吼！但是你若无迄个坚持的过程，可能后壁嘛无法度这个倒入去食啦吼。不过也很高兴有过这个经验。我觉得那个坚持跟毅力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是，所以。这个坚持的这个毅力啦吼，嘛是有一个贵人来帮助你。迄个贵人是啥人？孙大川老师，还有邱富生董事长。好，所以因拢是伫这地有甲你做帮站啦吼。是。那他说讲到孙大川老师，伊是倒位咧帮站你的？他陷害我。甲你陷害，安怎讲？没有，我写那本书是他希望我写3篇野菜的故事，就不小心变成一本书。是。自3篇尾啊变一本册啦吼，头拄有讲到这个邱富生董事长，伊是安怎帮助你的？他对我们研务者他有帮助，而且他让我在开心农场，现在一直都在那边种植。所以这个部分他也在帮我推广。帮你推广的这个部分有啥物啊？就是野菜，也是健康菜。是这个开心农场。开心农场，我现在就在那边种植。他就让我自由发挥。自由发挥啦。对。真正就是讲自你的地，咱看到一个这个原住民族
推广过去啦吼，甲伊这个细汉时代的记忆，甲伊恢复起来，嘛看到伊伫这地认真拍拼的所在，今日非常感谢同意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谢谢。所以讲看菜色，活日天时，水自然，今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回再会。多谢，谢谢，感谢。